相貌係唔係真係可以決定一個人嘅命運？喺中國嘅古籍入面，的而且確有好多關於睇相嘅講法。古人認為，透過觀察一個人嘅樣貌，就可以判斷出呢個人嘅是非、忠奸、善惡、言語，甚至可以推斷出佢過去嘅經歷同埋未來嘅命運。無可否認，生得靚唔靚，有時的確可以為我哋帶嚟一啲生活上嘅便利，但好明顯，外貌特徵同個人命運之間，並唔存在一個絕對而明確嘅因果關係。我哋唔可以拍心口保證話，一個人生得靚女靚仔，氣質出眾，佢將來就一定可以衣食無憂，亦都唔可以武斷咁講，如果一個人生得樣衰，咁佢將來就肯定要風餐露宿。既然係咁，點解古代仲會發展出觀相之學呢？呢啲睇相佬做出判斷嘅依據又係乜嘢呢？按照我哋今日嘅科學觀點嚟睇，能夠決定一個人相貌嘅主要因素，無非都係遺傳基因、生活環境同埋飲食習慣。其實呢個就係古人所講嘅天性同習性，即係先天同後天嘅結合。既然係呢啲先天同後天嘅因素一齊塑造咗一個人嘅相貌，咁根據一個人嘅外貌特徵，係咪就可以推斷翻佢嘅性格同人生經歷？於是乎就出現咗一門以貌取人嘅學問。呢個背後嘅道理唔難理解，但問題喺邊度呢？究竟應該靠咩標準嚟作為判斷嘅依據？咁就引出咗中國古代觀人術演變嘅3個階段同3種方法，分別係1. 誕生於春秋時期嘅形象學；2. 誕生於兩漢時期嘅素相學；3. 誕生於三國時期嘅人才學。今日就等我哋一齊嚟了解一下呢啲關於睇相嘅知識。1. 形象學，以形觀人，管中窺豹。我哋先由形象學講起。所謂形象，顧名思義就係以形觀人，睇外形嚟衡量一個人。譬如我哋成日講嘅丹鳳眼、柳葉眉，當中嘅丹鳳同柳葉，本質上就係將人嘅五官比喻做動物或者植物，然後再透過呢啲動植物嘅特有屬性去判斷呢個人嘅性格特點。越王勾踐嘅長頸鳥喙，范蠡喺評價越王勾踐嗰陣曾經講過：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呢度嘅長頸鳥喙就係將勾踐嘅相貌比喻做雀鳥，然後透過雀鳥兇狠、貪婪嘅特徵去判斷勾踐刻薄寡恩嘅性格。楚國商臣嘅風木柴星，楚國嘅令尹子上喺評價楚國太子商臣嗰陣講過：且是人也，風木而柴星，隱人也。意思即係話商臣對眼就好似劇毒嘅胡蜂，把聲就好似殘暴嘅豺狼，因此得出咗一個隱人也，殘忍之人嘅結論。大意係話商臣生性殘暴，鐵石心腸。除此之外，歷史故事入面仲有楚國鬥越椒嘅狼子野心，秦始皇嘅鷙鳥鷹，即係胸骨突出好似雀仔咁；漢高祖劉邦嘅龍準龍顏，以及司馬懿好出名嘅英氏狼顧。其實喺呢度我哋就可以睇得出，類似呢種以形觀人嘅方法，講到尾都冇一個比較嚴密嘅系統。呢啲表面睇落係由相貌做出嘅精準論斷，多數都係知其人後才論其相，亦即係事後孔明，而唔係真正嘅觀其相後才知其人。所以後來精通呢門術數嘅道家高人陳摶曾經感嘆：以前嗰啲睇相佬都係管中窺豹，既然以形觀人只係管中窺豹，咁要靠咩方法觀人先可以見微知著呢？咁就引出咗誕生於兩漢時期嘅素相學。2. 素相學引入中醫理論嘅系統嘗試。所謂素相，指嘅就係以素觀人，有咗數字同方位嘅概念，即係意味住呢門學問擁有咗一套比較完善嘅系統。呢個系統係點樣嘅呢？素相學嘅代表作品有2本，一本係麻衣道者寫嘅《麻衣神相》，另一本係袁拱寫嘅《柳莊相法》。按照呢2本書嘅描述嚟睇，呢個方法大概就係將一個人嘅面部平均分做12個唔同嘅區域，即係面相12宮，當中嘅每一個區域都代表住一種唔同嘅人生際遇。例如有啲代表財富，有啲代表功名，有啲代表壽命，有啲代表姻緣。然後喺呢12個區域入面再細分出100個唔同嘅部位，每一個部位都對應住人生嘅唔同歲數，即係百歲流年圖。睇相嗰陣，先根據面前呢個人嘅歲數去對照圖入面描繪嘅部位，最後再根據嗰個部位嘅形態去對照佢所屬嘅區域。
以此推斷具體範疇嘅吉凶。不過咁樣嘅判斷真係準確咩？點解面部嘅某個部位就可以代表某項具體嘅嘢呢？根據學術界淺析《黃帝內經》對麻衣神相想學理論影響的研究嚟睇，呢一類觀人之術嘅根本依據，多數都係參考並且直接搬字過紙，抄咗古代中醫學入面嘅望診理論。面色同臟腑喺《黃帝內經素問》入面記載：膚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切肉如白果珠，黑肉如松七色。同樣喺麻衣神相入面亦都有寫：白如玉而有潤澤，為正為吉；黑如漆而有潤澤，為正為吉。《黃帝內經》係根據面部顏色嘅變化去診斷呢個人身體內部嘅隱患同疾病，而麻衣相法就直接借用咗呢個醫學結論，仲夾硬將佢歸類為命運嘅吉凶。譬如我哋成日聽人講嘅印堂發黑，喺中醫理論入面，人面部出現嘅青、赤、黃、白、黑五種顏色分別對應住肝、心、脾、肺、腎呢五個臟器。黑色代表嘅就係腎臟。喺《黃帝內經》入面，印堂發黑意味住勞累過度，或者係腎臟出現咗病症。而去到相學入面，呢個就被演繹成所謂嘅血光之災。五官同疾病，再譬如靈書入面寫到：鼻者，肺之官也；肺病者，喘息鼻張。同樣，麻衣神相入面亦都寫到：鼻為中嶽，肺之靈苗也，故肺虛則鼻通，肺實則鼻塞。壽命嘅推斷，《黃帝內經》入面診斷壽命嘅方式叫做：使道歲以長，肌長高以方，通調形維，三步三里起，骨高肉滿，百歲乃得終。同樣，麻衣相法判斷壽命嘅方式叫做：人中長短，可定壽命之長短。生而長者長壽，狹而短者夭亡。兩者同樣都係根據人中呢個部位去判斷一個人壽命嘅長短。最關鍵嘅分歧在於，《黃帝內經》將呢啲生理表現當作係一種健康嘅可能性同身體發出嘅警號，而素相學就將佢絕對化，當成係一種鐵一般嘅命運定律。呢個亦都係點解中醫望診可以作為科學發展到今日，而素相卻逐漸變成江湖把戲嘅主要原因。三、人才學，由人物志體識人嘅最高境界。形象學行唔通，素相學亦都行唔通。咁呢個世界上到底有冇咩真正嘅觀人之法呢？咁就引出咗誕生於三國時期嘅人才學。關於人才學，最早亦都係最權威嘅作品，就係魏晉時期劉紹所寫嘅《人物志》。所謂人才學，可以簡單理解為睇人、識人、鑑別人才嘅實用學問。我哋都知喺科舉制度出現之前，無論係漢代嘅察舉制也好，魏晉嘅九品中正制都好，一般都係透過推薦、選拔，再加上考核嘅方式嚟鑑別人才。但問題係應該用咩嚟做選拔嘅標準？透過觀察咩先可以準確鑑別出呢個人嘅真實本性？喺劉紹睇嚟，其實我哋絕大多數人天生就具備一種觀人識人嘅潛能。呢個就好似我哋同細路仔接觸嗰陣，好容易就可以透過佢嘅用詞、表情同動作，瞬間判斷出佢嘅真實諗法。有啲時候我哋見到一個口水多過茶、中意車大炮嘅人，就算唔識佢，都可以敏銳咁察覺到佢喺度亂噏24。有啲時候我哋見到一個慈眉善目嘅人，就算佢表面上毫無破綻，我哋都可以隱約睇穿佢喺度扮晒嘢。作為一個成年人，要睇穿一個未見過世面嘅細路，簡直係易過食生菜。同樣喺嗰啲真正識得睇人嘅高手眼中，睇芸芸眾生就好似睇細路仔一樣咁透徹。咁究竟呢啲識睇人嘅高手係點樣睇得咁準嘅呢？佢哋靠嘅可能係對方講嘢嘅方式、表情嘅微反應，亦可能係用詞嘅習慣、語氣嘅起伏。總括嚟講，歸結為兩個字：經驗。呢個係關於人性嘅經驗，係對人之常情嘅深度洞察。一、將外在表現連埋一齊分析，我哋可以將一個人喺外貌同行為上嘅表現分做幾個維度：眼睛、言語、舉止、神色、聲音等等。睇對眼，眼望望，睇得遠意味住心思深沉，諗得太多；低頭望地下就代表性格內向，眼神閃閃縮縮，好大機會係心虛，對眼死實實咁睇住人，多數係扮出嚟嘅。聽言語，日常嘅語言可以分做惡言、諷言，即係擦鞋、流言、繁言；輕
希言同謹言呢幾種。觀舉止常見嘅舉止可以分做恭敬、傲慢、懶惰、逆反、萎靡等等。察神色常見嘅神色可以分做喜色、怒色、欲色、妒色、懼色、哀色等等。每一個微小行為嘅出現都有住佢內在嘅心理驅動同深層含義。我哋的確好難單靠一個人嘅某個眼神或者某一個簡單嘅動作就輕易估到佢嘅性格同遭遇。不過如果可以將呢各種外在表現全部連埋一齊攞嚟對比分析，往往就可以得出一個相當可靠嘅結論。譬如一個淨係識得擦鞋嘅人，如果神色之中偶爾閃過妒忌同憤怒，眼神又閃閃縮縮，甚至偷偷地啤人，咁就說明佢內心極之唔忿氣。再譬如一個滿口仁義道德、睇落大義凜然嘅人，神色之中卻成日流露出貪婪嘅欲色，眼神總係帶有賊光，咁呢種人往往就係偽君子。二、人性嘅複雜同關鍵時刻嘅選擇，表現出上面嗰啲負面特徵嘅人，就一定係徹頭徹尾嘅衰人咩？喺劉少睇嚟，人係一種極之複雜嘅個體，呢種複雜性好難用簡單嘅好同壞去評判。有啲人平時睇落深明大義，但係一去到觸及並損害佢核心利益嘅時候，就會變得畏首畏尾、自私自利。有啲人平時睇落利字當頭、斤斤計較，但一遇上大是大非嘅底線問題，又會變得大公無私、挺身而出。所以想真正睇清一個人嘅本性，唔可以淨係睇佢平時嘅偽裝，而係要去睇佢喺關鍵時刻、關鍵利益點上嘅選擇。人性喺好多時候係冇絕對好壞之分嘅，有啲我哋眼中嘅好人喺特定環境下會做出傷天害理嘅行為，反而係嗰啲我哋眼中嘅衰人喺某些關頭卻始終可以堅守住做人嘅底線。三、識人嘅終極障礙，劉少嘅七謀。識別一個人最大嘅難點，其實並唔在於面前呢個人嘅表情同相貌有幾咁高深莫測，而在於我哋觀察者自身內在嘅認知盲區。為此，劉少喺人物志入面提出咗一個非常著名嘅概念：七謀，即係識人嗰陣好容易犯嘅七種思維謬誤，察遇有偏頗之謀。我哋喺觀察一個人嗰陣，總係好容易輕信其他人嘅讚譽，相信對耳，而忽略咗自己親自去觀察，忽略對眼，寧願相信毫無根據嘅名聲，都唔相信眼見為實。切勿有愛惡之惑。人天生中意同自己相似嘅人，唔中意同自己唔同嘅人。如果某個人嘅觀點同自己一樣，我哋就會產生光環效應，忽略佢犯嘅錯。如果某個人嘅觀點同自己相反，我哋就會因為反感而忽略佢啱嘅地方，從而產生好壞嘅誤判。變類有同體之嫌，喺觀察人哋嗰陣，我哋成日會將自己嘅性格弱點投射落人哋身上。譬如一個性格直率但係把口唔收嘅人，佢只係中意對人哋坦誠直率，但頂唔順人哋用同樣嘅方式對待佢。人唔係憎複雜嘅人情世故，而係憎人哋比自己更識得世故，而且喺世故之中佔咗優勢。人之所以變成自己曾經好憎嘅樣，係因為人性嘅底色就包括呢啲特質。除咗以上三點，仲有論才有身壓之鬼，喺評價人哋嘅才能嗰陣，容易因為私心而刻意打壓或者捧到上天。道心有大小之誤，喺估人哋心胸嗰陣，習慣用自己嘅格局去衡量人哋，搞到大格局睇唔明人哋嘅小算盤，或者鼠肚雞腸，誤解咗人哋嘅宏大志向。平質有早晚之宜，喺評判一個人嘅潛質嗰陣，容易因為對方係大器晚成，又或者細個就已經贏在起跑線，而對佢實際能力產生誤判。觀其有二游之失，喺觀察奇才嗰陣，容易陷入極好或者極壞兩個極端嘅誤區。睇到呢度，相信我哋就能夠深刻咁理解到，真正嘅觀人之術、察人之學，佢嘅核心從來都唔在於點樣去睇透人哋，而在於點樣先可以戒甩偏見，喺其他人身上睇清楚自己。只有戒甩自身嘅偏見、愛恨同認知盲區，識得點樣喺他人身上睇清楚自己。呢個先至係傳統識人之術最精髓嘅所在。今日嘅內容就講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睇同支持，我哋下期再見，拜拜。